有人話，一座屋村藏住一代人嘅歲月。沙田瀝源村，我哋好多沙田人嘅成長起點。一間紮根咗11年嘅潮式粉麵老店，由魚蛋粉到汕頭魚蛋粉麵，老闆一直嚴守出品，堅持傳統手藝。奈何苦無合適接班人，無人繼續守住呢份味道與情懷。守住嘅唔單止係一味湯水、一份老味道，更加係街坊之間平淡卻珍貴嘅人情。時移世易，老店即將喺5月底結業，老闆決意退休，無奈易手。有一間講究初心、堅持品質嘅舊式食肆，喺時代洪流入面悄然謝幕。味道可以復刻，時光卻一去不返。今日我哋回望呢間老店，亦回望我哋喺瀝源村走過嘅大半人生。